我嘅牙齒咧就有3隻全牙，咁之前係做假牙嘅，咁我而家嘗試係種一隻體驗下先。这位陈女士，我们从片子上看得到，她有很多牙已经缺了，像这些都缺了，还有很多牙因为蛀完之后啊，她就已经去做了根管治疗，镶了牙套。然后这边这颗牙是我们已经种植完的牙，那么它也是因为缺了，我们现在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单独的在这里种上一颗牙，种完之后3到6个月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在上面套上牙冠，那么它就是一个單獨的，不會影響旁邊的牙，這是一種比較好的修復法。好幾年前咧喺盧口岸嗰間咧就體驗就麻麻地，覺得佢哋即係好求其嗰種嘅。咁後尾就好多年我都冇嚟大陸睇牙啦。咁最近咧我就好多朋友話喺大陸睇牙洗牙，即係價錢方面當然平好多啦，同埋都服務都好好嘅，所以我就嘗試下。係賴院長幫我種呢隻牙嘅，都冇乜點痛嘅，但係我又唔係太緊張，因為我先生係上一個星期係你哋呢度做咧，應該係嗰個叫咩姜醫生啊幫佢做，佢嘅體驗就非常之好嘅。咁呢間德貝美咧，我覺得值得信得過嘅，可以嚟嘗試下嘅。